台宣布，女子乙組200米決賽、男子乙組200米決賽、女子甲組200米決賽、男子甲組200米決賽最後召集。重複，女子乙組、男子乙組、女子甲組、男子甲組200米決賽最後召集。司令台宣布，請港島東區顧希月同學而家去到頒獎召集場，準備領獎。司令台宣布，請所有喺灣道聚集咗嘅領隊老師同埋家長立即離開灣道位置，以免影響賽事嘅進行。重複，請喺200米起點灣道嘅家長同埋領隊老師立即離開比賽場區，以免影響賽事嘅進行。多謝合作。